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去年底上任以来，就实施一大段经济改革，要整顿国家财政，压制通货膨胀。这款做法引起大规模抗议。最近因为米雷伊佮否决公立大学增加经费法案，致使学校人员无法度加薪水，所以有几若千人上街头示威，和警察起冲突。一幕警察摕盾牌和示威的群众开始相殴，甚至摕番茄水去喷抗议的民众。急救人员较紧过去到处理。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对2023年底上任以来，就少参讲要改变国家财政歹的情形，但伊提出规寡缩减财政的政策，所互民众拢总生气啊！前日才发生几千个学生去街仔路抗议米雷伊削减免费大学教育的经费，再到各地街仔路爆发警民冲突。这是因为米雷伊佮动用否决权，反对定期增加公立大学经费的法案，这项法案是为了要互教职员降加薪水，来减轻阿根廷年通膨率高达236%造成的影响。但是米雷伊的反对会造成大学的教职人员失去差不多40%的消费力。Están atacando la educación, están atacando la cultura, la salud pública, odian al pueblo, odian a la clase trabajadora, odian al pobre. Mucha angustia, realmente mucha angustia. 米雷伊讲，替教师来加薪水是无合理的。虽然米雷伊所属的政党伫国会是少数，但是因已经和保守派结盟，阻止总统的否决权防推翻的可能性。经过4点钟的投票了后，国会伫初9接受米雷伊的否决权。这是伫9月否决调起退休金了后，执政党搁一摆的胜利。初10国立大学工会联盟嘛发起罢工，要求教职员莫入去教室，甲抗争的力量加大。Y estamos pidiendo que los diputados nos escuchen, que rechacen el veto, que voten a favor de la Argentina. La educación es la base para que el país siga en crecimiento. 阿根廷的通膨率有3位数这么高，公立大学的经费无增加，等于实际上是一大半的预算红抬掉。就连上好的学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拢因为资金无够，要面对关起来的危机。米雷伊对经济缩限的政策和休克疗法，无到一档，就已经造成至少10万民众行起伫街仔路表达因的不满。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